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济湾昨日发生着随机杀人的事件。20岁姓洪的嫌犯，被法官裁定收押无禁见。伊住伫个高雄，为虾米会到台中济湾来杀人呢？讲因为伊的女朋友的爸爸就伫个高雄济湾咧上班，无想要影响到女朋友的爸爸。那台北因为捌发生过郑捷的案件，经历的报复较严密，所以选择到台中来犯案。昨深夜饭点，伊已经互押到台中看守所，讲情绪真歹，昨暝几暝拢困无好。为什么要杀人？伫咧台中济湾犯随机杀人姓洪嫌犯，昨暝11点，伊涉嫌未遂罪嫌，互法院裁定押起来。昨半暝12点半押到台中看守所。看守所讲，伊互安排伫咧真细间的房间，含另外2位收容人住做伙。伊的心情看起来真歹，嘛无想要个人配合审判。那这过程里面，其实他情绪还不是那么的稳定。我们同仁让他做的这个行动里面，会去做一些让我们察觉到他就是不是会比较配合的那一种，所以我们必须边做边跟他安抚他的情绪。看守所讲，姓洪嫌犯真歹困，透早起来食早顿，嘛无啥胃口。早顿食的是布拉鱼、肥羊糜含几啊年都无食完，所以来会看伊的心情，安排行程，可能会上生活讲习课，因为伊有着伤脑需要会安排伊互医生看。姓洪嫌犯互押起来无禁见，处理的人会当去家探视，不过即马也无人申请探望。去不着伤17岁高中生，原本伤到真热力，了要抢救成功，转到普通病房，伊的爸爸拢陪伴在身边。即摆传出嫌犯的爸母对后生个人扑着伤是感觉真歹势，佫亏欠。妈妈话到病院，甲两个受伤的身体道出医药费。原则上，他已经在公众的面前道歉，我们也原谅他了，因为毕竟他已经道歉了哈，这个部分我也不做去追究了。那姓洪嫌犯现在选伫咧台中济湾犯案，根据了解，伊甲警察讲，因为女朋友的爸爸伫咧高雄济湾做，无想要造成女朋友爸爸的困扰，无选伫咧台北济湾，是因为发生过另一个案件，感觉警察较无力量，伊才伫咧台中济湾犯案。犯案的动机是讲，伊支持废掉死刑，希望提醒大众对废掉死刑的议题重视。不过检警对伊的讲法是无啥什么信道，卖继续给调查厘清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